入品牌旗下品質同口碑兼備嘅產品啦，亦都係市面上極為少數嘅通過咗澳大利亞藥品管理局 TGA 嚴格審批嘅產品之一啦。咁我哋知道咧，澳大利亞係被公認為世界上藥品管理最嚴格、市場准入標準最高、難度最大嘅國家之一啦。咁 TGA 作為澳大利亞衛生部所屬於嘅聯邦藥物主管機構，係國際有極高嘅聲譽之一啦。咁佢呢個 NMN 咧，其實係 NAD 加嘅直接前體。佢嘅純度咧高達99%啦，係近年熱門嘅抗老化保健成分。咁 NAD 加本身存在係人體嘅入邊，咁隨住我哋嘅年紀增加咧，NAD 加咧會減少。咁直接服用 NAD 加咧係無法俾我哋嘅人體代謝嘅，咁所以 NMN 係補充 NAD 加最快最直接嘅方式。咁定期補充 NMN 咧，先可以維持我哋嘅身體有嗰個青春嘅活力啲。咁 NAD 加咧對於細胞代謝及修復有好重要嘅角色啦，可以達到延緩衰老。到我哋50歲嘅時候咧，身體嘅 NAD 加咧可能得返20歲嘅一半，所以定期補充咧就變得好重要啦。由 NMN 轉化成嘅 NAD 加，你可以幫助我哋身體修復 DNA 嘅損傷啦，提升皮膚嘅健康度，即係減少皺紋同埋緊緻我哋嘅皮膚，仲可以提升免疫力同保護腦細胞等啦。咁咩人適合補充 NMN 呢？第一個就係年紀比較大嘅人，咁隨住我哋年齡增長咧，身體代謝會減慢啦，因此 NMN 可以幫助增強身體嘅代謝同能量嘅產生。第二個咧就係經常進行高強度運動嘅人，咁高強度運動咧會消耗身體嘅能量啦，NMN 可以幫助身體細胞更快恢復，減少我哋嘅疲勞感。咁第三個咧就係希望提高身體健康狀態嘅人啦。咁 NMN 被認為係對身體嘅整體健康狀態有好處，可以增強免疫系統，降低我哋嘅慢性疾病風險。咁第四個咧就係想 keep 住年輕狀態嘅人啦。咁 NMN 可以幫助穩定皮膚狀態，維持皮膚嘅健康，減少皺紋嘅產生同埋緊緻我哋嘅皮膚。咁呢一樽呢入邊有60粒嘅，我哋可以做每一日2次，一次就1至2粒，直接用水服用就得㗎啦。咁可以同補充劑嗰啲一齊飲就唔衝突嘅，姨媽期都可以服用。咁今期嘅介紹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